好，谢谢我们的莹莹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这一位也不是我们福建的，听说他是湖北的。那湖北的跟刚刚那个四川的杨娟一样，都唱闽南语，那来听看嘛哩。湖北的，来自湖北的张姐，她今天带来的歌曲《人在他乡》还是人在他乡？哎呀，闽南语真歹讲，唔知是念人还是念人，但是人在他乡吼，咱来邀请咱来自湖北省的张姐，带来几首英文给咱是唱闽南语歌，因为咱正刚拼出名，就是要给咱闽南语歌拼出名，带来几首《人在他乡》，来各位共同欣赏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，一首《人在他乡》送给大家。
太阳。谢谢，这个感谢我们的张姐，哎呦，张姐是湖北人哈、哦，闽南语歌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好呢？你的老师叫做姐妹群，不能大家认识。闽南语歌怎么唱得这么好？老师的名字再讲一次。姐妹群老师。哎，顺便打广告。哎，张杰他是湖北的，跟我们杨娟一样，都是湖北的，但是他的闽南语歌唱得好不好？哦，电视机旁所有的观众都说，唱得真好。对，我听电视机所有的这个旁边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跟你讲，你的湖北虽然是湖北，但是你的闽南语歌唱得真好。这首歌闽南语的名字叫做《人在他乡》。人在他乡，可以用闽南语给大家问好吗？用闽南语给大家问好。大家好。嘿，是过来的。我是来自湖北的。湖北。我是来自湖北。我是来自湖北。湖北。对，不是来自湖北，湖北，什么名？你的名叫做张姐。张姐闽南语你安怎讲？我袂晓咧。你袂晓这个闽南语确定你读到杨娟较好。我是来自湖北的张杰。张杰。是。闽南语歌好听无？好听，也好听。也，哎呦，也好听，你要讲我3年前来时，人讲也先讲是也是先也好听就是安那，真好听，也高兴就是安那，真高兴。有没有信心把自己的闽南语歌唱得更加好？有。顿超3秒，可如江沟。有。阿伯的演唱反应爱较好咧，有没有信心把闽南语歌唱得更加好咧？有。讲有，真好，安尼。